准批吼以身相许的呀。准批好诶。有咩hen？哦，唔通嚟個？老诶，你嗌我迄老太家讲，我去吵人诶。對唔對？免存，冇安尼啦。我娘嗌啦。免存，我嚟解釋啦。免存，你請我去啥天啊？嗌我疼講啦。冇安尼好冇？免存，冇安尼啦。免想安尼啦。你講啦，也見鬼鬧。很強哦。做嘛？啊，你請我去啥天啊？偏。冇啦，係冇騙啦。你真見咗請我去啥咩？見家經營按開封哦，點我背出走的？要喜歡啊！夾照啦，排泄哦。排泄咪啊！誒，經營像素面的，乜嘢啊？迄樹先生係冇。Stop！對我買嘅當嘢啦，按上去讀到幾隻嘅咩？上看啊，迄個藝人啲嘅啊，連男都係男片啊，阿樹先生你走過嚟講 hello， 你叫我上啊？乜如果老人家男來男去啊？嚟啊，嚟做啲啦，嚟。冇愛啦。哦，你買到啲錢啊？幾多地方啊？唔可以啊？一定係選女嘅啊？厲害啦！天數，幫忙，老太做人當熱心，簽記天數做事，其嚴時就來嘅。老太做人當熱心，簽記天數做事，其嚴時就來嘅。老太做人當熱心，簽記天數做事，其嚴時就來嘅。弟弟為人很熱心，找他幫忙做事，他馬上就來了。弟弟為人很熱心，找他幫忙做事，他馬上就來了。弟弟為人很熱心，找他幫忙做事，他馬上就來了。慶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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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慶祝。阿姊買雞卵糕同阿妹做生日，阿妹當歡喜。阿姊買雞卵糕同阿妹做生日，阿妹當歡喜。阿姊買雞卵糕同阿妹做生日，阿妹當歡喜。姐姐買蛋糕幫媽媽慶祝生日，媽媽很高興。姐姐買蛋糕幫媽媽慶祝生日，媽媽很高興。姐姐買蛋糕幫媽媽慶祝生日，媽媽很高興。準批，準批，